顶到亚成王的时间目前已经超过19栋咱这次办理真侪无共款的活动希望大家民众会当来共同来参与这道的盛会欢迎大家做伙来。300年来，府城守护咱台南，前方也守护咱的府城。今年是19年来第一次要建，城坐一日，心念一线。咱说是府城的路，守护的是咱的土地甲人。台湾府上庙，祝福大家八节有钱，寿喜无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乐调兴旺，五谷丰收，家和平安，出入顺遂。这届的孙城是历史，是未来。行过城门，看开过去。行伫街路，感受信仰。府城王出巡，邀请你做伙行。拢来看，拢来行，拢来参与。2025年5月初3，府城王孙家节，咱伫辽景的路上等大家。